成日講琴澳一體化，到底點理解？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傾個辣手問題，成日要人去發展橫琴，要搞一體化，但兩地制度法規又唔同，慢慢一體化就變成口號，眨下眼一年又一年。琴澳一體化呢個大方向，我哋係絕對支持嘅，國家同特區政府嘅決心都好明確，大家都睇到。但講到落地實行，唔好怪我直講，仲有好多樽頸位未打通，政策同實際情況之間仲有好大段距離。最大嘅問題就係制度唔同。呢句說話講咗好多年，但點樣去解決呢？澳門係自由港，我哋開餐廳，想用邊度嘅靚食材都得，世界各地正常又安全嘅貨物入口好方便。但係翻到橫琴，制度就完全唔同晒。內地嘅檢疫標準同我哋有別，而且只准入口國家特定批准嘅廠家貨物。就算而家有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呢個好概念，但實際執行上未完全到位，好多時都係抱住個金飯碗，但係冇飯開。琴澳規則銜接處於碎片化、局部化狀態，呢啲規則壁壘直接制約產業聯動效能，推高咗要素跨境流動嘅成本。政策上嘅突破要睇得到，用得着。好消息係有關方面都見到呢個問題，好似最近拱北海關同澳門市政署簽咗協議，對澳門輸往橫琴嘅食品食材創新設立白名單管理制度，符合要求嘅產品可以集中申報，便捷通關，呢個方向係啱嘅。但係講到執行細節就有好多疑問，好似有喺橫琴開餐廳嘅澳門老闆就反映個白名單具體包啲咩，點樣申請，審批要幾耐，好多細則都未清晰。如果連申請流程都搞唔清楚，隨時又要等1年半載，試問邊個創業者等得？如果連一間葡式餐廳想用翻自己嘅葡國腸、自家製奶醬都咁困難，點樣吸引多啲澳門特色美食過去？點樣將澳門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呢個品牌延伸去橫琴？後花園唔應該只係得個講字。橫琴最大嘅優勢係咩？就係地理位置。佢本身應該成為澳門嘅後花園，甚至係一個超級聯繫人。我哋可以利用橫琴將澳琴乃至內地嘅優質產品，一方面打入內地市場，另一方面透過澳門嘅自由港優勢，聯通港澳，甚至行出去全世界。呢個願景好宏大，但要成事先要解決基本嘅制度對接問題。全國人大常委高開賢都講過，橫琴嘅核心問題在於發展方向同政策需求未能精準對接，政策申請嘅權責同協作機制仍未明確，導致好多創新事項因為冇法律依據而停滯不前。佢建議要先行先試，唔好俾法律綁手綁腳。所以我哋必須正視呢個問題，唔好得個講字，要加快腳步，將個制度理順，令到一線放開，二線管住，唔再係一個半吊子政策，而係真正能夠推動琴澳一體化嘅引擎。我哋要諗清楚，究竟點樣先可以真正打破制度壁壘？點樣先可以善用橫琴嘅地理優勢，將澳琴產品帶向世界？大家不妨留言講下，多謝各位。